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表态，讲要争取国民党的提名，参选2024年的总统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是回应表示讲，照顾国家台湾这块土地，和这块土地愈来愈好，是每一个人的心愿。之前有民调显示讲，侯友宜的民调是6都市长内底最后一名。民进党嘛批评侯友宜心拢无伫市政顶头。 顶前听交通局的报告，新北市长侯友宜连任100天，车5到淡水了解廉价交通输运状况甲慰劳基层。针对企业家郭台铭宣布要争取代表国民党选总统，不过若侯友宜民调较悬，会甲支持。外界好闲，侯友宜到底有要选总统无？本人也是无漏口。我这一生最重要的是守护中华民国，爱台湾人民，大家拢会当平安。 这是我不变的初心，所以面对每一个人，我们都用大家团结在一起。侯友宜本人无讲好明，颠倒是民进党召开记者会，批评新北市长蒋万安甲侯友宜选后这100天是荒废市政，佮特别考试侯友宜根本是咧等国民党直接顶掉。100日好感度的民调里面，侯友宜跟蒋万安简直民调就是难兄难弟，荒废市政的侯友宜。 成天只想黄袍加身，等待国民党直接征召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。我每天就是面对新北市的未来的愿景，不是跟他笨色山变夏绿地，不是温仔建跟他改变。你看我的3环6线轨道建设，专台湾咱做上前，不要说切蛋啦，鸡妈妈起价，猪肉搁起较凶。 这拢是咱民众上关心的。斟酌点算家己的市政成绩，嘛顺续甲话题转到国家民生的议题顶悬。侯友宜虽然对选总统无明确表态，有关乎各界对伊伫2024年大选的角色留下真大的想象空间。记者郭明朝随新北台北报道。